題嘅 MC 啦。咁呢條考大家啲咩咧？睇睇題目先。佢話 PQRS 係一個 trapezium 啦，梯形。PQ 平衡 SR 啦，跟住有啲邊長俾咗，有啲角度俾咗。咁大家可以停一停段片啦，試下畫幅圖，盡量係跟翻個長度啊角度。好，開估啦，應該幅圖咧大概係咁樣一個梯形。OK，PQRS，記住一定係順住嘅。PSR 120，呢邊150，長度41，下面長度53。好，有咩好嘅方法去做呢？好多學生咧就會嘗試喺呢啲位度咁樣加線。OK，都做到，但係好慢。好啦，教大家招好正嘅，就係打斜加條線。咁當然唔係求其啦，係要同佢平衡。咁平衡嘅話咧，好多資料會知嘅，包括呢個53啦，對邊相等啦，因為呢個係平行四邊形。好啦，然之後呢個係60，隔離就即刻知原來90，呢個都會60。呢條邊紅色呢條邊咧都係41。OK， 對邊相等，呢度41，呢度41。好啦，咁我哋其實仲爭呢條邊就搞掂噶咯。咁呢條邊都好快計到咯，因為其實直角三角形鄰隨斜，即係41 over 呢個 x 啦，就會等於 cosine 60。咁好快計到 x 原來咪就係82咯。OK， 最後 x 82加翻53，即刻做到啦。答案就係 D。